所以我们就尽量不去接近。当我们那一种这个手楞严定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尽量不去接近这一些。那等到你的手楞严定出来，你要做什么都没关系了，你有定力了，外面的影响不会影响到你内心的深处，这样就可以。可是我们在会影响的时候就尽量不要接近，不要接近我们定有定力处理事情就很圆满。当我们这个心摇动的时候这个处理事情就会这个不完整。所以在这个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这个呢世间的天人天道人道阿修罗道所以我们了解